黑青少年、青少年的儿少节目。呢節目咧，按照義工探險區，然後咧主要就係同大家來分享一下成分動作，可能會談到嘅實驗，唔過可能有冇談過嘅實驗，會覺得模棱兩可，哎嘛，模棱兩可。講啊 YouTube 呢個聽眾朋友東校唱歌，其實我現場口音落來講，唱條歌好冇？唱咗之後，那同天花打落來，但係老師這個響頭先呢就唱到嘅太子，佢講佢唱歌按難彈，佢怎麼還撳到啲天台唱哦？為啥？頭前一啥還在先鬆啊？佢講講為啥？佢響到年三年這個打電話了，唔係個意思啊！我話冇這樣唱啊，冇這樣，在那邊等定來了，唔懂。老年大擂台，老年共下來。大家好哈，我係羅時豐啦哈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今日係你叫我特別計劃，冇錯。本日咧係特別計劃冇共用。哎呦，又係搶到你嘅廣播界嘅好朋友。好，所以今天就要聊聊這個廣播人員主持人嘅甘苦談。甘苦談裡頭嘅故事，神奇嘅辛苦的故事。應該他有沒有趣味，也有辛酸的部分。一定有的。來，我們歡迎這5位。歡迎各位廣播主持人，大家好。那兩個，你看。哇，旁邊還有金鐘獎哎！因為安點哦，哎，先為到兩位的主持人講一下，哎，我們兩個來不知道來幹嘛的，對啊，所以讓你們在上面啊，對啊，你們就來充數的，對啊，就是剛好多兩位，對，剛好多兩位，他們兩個是在保護我們兩個金鐘，真的，你們也要做個間，他們用金鐘獎做間隔，你們要用什麼？哎呦，好神聖我們等一下領的不是通告費，領保全費。好，可以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們再好好聊一聊哈，大家在這個當廣播之餘有碰到什麼一些趣事，或是有一些什麼辛酸的故事，好不好？好，來有請 TV 係總快上帶來後堂嘅歌曲哦。來，等下啦。夢想自在輕鬆，本愛意義馬該總是做，簡單最好，從今你就好，平安行到一早點情有路，三當巴拉巴巴拉巴巴巴拉go，兩早飛手只有 Andy， 兩沙情未到，愛相通。然後十二來了當高，看大下嘅你比較馬該流通，三當巴拉巴巴拉巴巴巴拉高，一早飛手輕盈線一早細細嘅希望，愛行通看起世界錯也係唔錯，不愛一張單風，感覺一點輕鬆。哎呀，凱翔，快上，大家好，哎呀，快上，哎，請給我們的。之前有來那節目，有來參加比賽，哎呦，所以哦，你參加歌唱比賽，好像比賽時間你就已經做廣播主持人，做廣播的哦。
那時候就已經當廣播主持人了。沒有一段時間。嗰時係算係啲學習啦。哦，跟而家做幾多年？而家做差唔多有4年咧。4年。時間哦。4年就得到金鐘獎。金鐘獎係應該係幾年？你喺動中選咧哦。托家福啦啊！戴中姐。對，托他的福。我也是剛做主持1年而已，廣播1年，真你真係很臭屁呢！你張了1年就得到獎，真的是。天師請叫。而家幾張結婚？應當結婚啊，恭喜你啊！臭屁，有冤係嘛？那這樣子，我知道我今年的計劃了。真的，係啊，現在結婚。今晚嘅應該這個因為差唔多。我叫你。杜斯坤一下，杜斯坤一下。你不要這樣，人家可能只是晚餐吃飽而已。應該是飽一點。對啊，我真的是娶到你算幸福哦，真的。客家好媳婦，謝謝。客家好媳婦哈，節目係唐貢係青少年嘅兒少節目。呢個節目咧按照義工探險區，然後咧主要就係同大家來分享一下生活當中，可能會聽到嘅聲音，唔過可能有冇聽過嘅聲音，會覺得模棱兩可，哎嘛，模棱兩可，對。我以為你罵髒話了。會知道我當中有聽過，當中冇聽過，再同大家來傾下來談一下，然後順勢認識我當中認識一隻聲音，然後有聲音嘅背後有乜嘅知識，還個留乜嘅學教嘅事情，會分享唔太講。你講從人聲音，別種講，然後本下來談。要去收集很多聲音。或是那個感妹啊，我們最近做一個感妹嘅主題，對，然後我們就會在那邊播給大家聽。唔過原先冇同大家講也係乜嘅聲音，就本大家用團呢，我們用有點像用高聲音嘅感覺。真的這樣就可以得獎。音號，我很用心誒。因為盲堂，沒清楚搞。感妹啊，你做文藝團，你有辦法團出來嗎？也是現場call in的嗎？沒有，我們是自己在那邊自問自答。就俺爸爸講嘢團唔出來啦，統團出來。而且我們還會有一點用功法去誤導大家，讓大家不要這麼快去猜到生來嘅係乜嘅聲音。除了感妹還有乜嘅？還有像我之前做過董神奇嘅，就是白蓮藕。我們有現場播蓮藕，蓮藕裡面有蓮子嘛？對，蓮蓬，對，蓮蓬底度有蓮子。規時就按用白東西，冇啦，按用團，前10分鐘，然後教大家哪裡採蓮藕，這樣。反正就是跟蓮藕有相關的知識。每天想一個東西，就那一整集就在拔東西。那有試過拔頭髮嗎？還沒，可能他一時會做剪頭男模，可以他馬上做男模，很有趣對，因為你去年就係因為疫情嘅關係，有時候同到後生朋友，其實就開始同好談安尼嘅聲音，對，在網絡上流傳這種 ASMR，對，就是用麥骨用很精細的聲音，有時候你可能沒有注意到，你給數字感這樣子弄，其實它也會發出聲音，但是透過精密的麥克風，按用錄音，再個風送出來，就會產生一種叫做顱內高潮，對，顱內高潮，你聽到咁高，怎麼了？有點可愛。對，就像有人聽到那個刮那個玻璃的聲音，對，有點會斷掉。那個可能會高潮好幾次。我覺得太容易高潮。還有那個保麗龍，那個摩擦還有樹枝感刮黑板，很有感，很恐怖唔過像嘅快上主持4年，錯。應該有讀到嘛？嗰陣知道主持方面較困難的事情。有，當然有。因為唔係廣播專業被出身，因為就是我之前是做電視幕後的。我說咧，呢個嗰種時裝做廣播嘅時間，其實我重新來學一個廣播嘅專業嘅技術，因為它是要剪輯的，它也是要剪輯。然後另外，因為佢某方面嘛，古時候你啲講話嘅時間，相當嘅發去敘述一件事情，就是要把這個氛圍啊，不管是氛圍還是畫面感，本當中朋友分享出來。多本台詞架有興趣啊，超。然後買東西。然後我因為做幕後，我覺得我自己講話其實
就是话很少，对对对，然后又很常卡词，就是卡词王，对，就是那个怡晴应该知道对不对？我很常的一个眼神来救一下，哎，所以是不是靠怡晴？你说说，没有，我有我的特色在，好不好？你不能冷场就对了，不能断掉了。比万磁王还厉害，万磁王。你又不是你是现场 live 的吗？不是，是预录的，我还是会卡词。哦，那预录你可以卡词，你还可以修剪啊。对，不过就是要想很多内容去把这个节目做得很丰富。那之後因難韓國因難呢韓語就部分就係講客家話，我講到標準，哦，東南哦，知道東南，因為有上次我們就是講一講，還會出現什麼客家國語啊，或是什麼客家腔啊，對，有上次會講客家話同中文嘅時間會轉換唔夠來，就會有一些對，比如說什麼？比如說福華飯店啊，福華，對，福華飯店，對，或是寶富，有沒有？油雞好好吃，油雞，油雞，吃到客家腔嘅國語清點一下啊，對啊，小子瑜也會是不是點頭如搗蒜？小皮球、香蕉魚，你可以某聲音講出客家腔，客家腔，因為有一半你很會啊，客家腔，你第二套節目接講出客家腔，客家腔啊。做好狗，哦，有一擺就會了解迄主持迄畢業季，叫時間就想係會動有感情，動有氛圍。我講叫時間就講，你畢業生就會講一句話，除非致辭嘅時間。然後我就想說，那我用一種標準嘅翻譯來講，可是我就說，在這鳳凰法台之下，兩位主持人都是，冇辦法繼續講。我有想是他的罩門。有沒有黑厲害？你知道鳳凰花開其實比較好發。鳳凰花開啊！鳳凰花開，這麼簡單。哦，你那個阿權妹用啥感情咁友好？好啊，我們剛剛就是說一個眼神就知道我要接什麼，真的哦，還可以啦，不會有產生什麼嫌隙啊？不會嗎？唔會啦，不會哈。不過就他有很多的料在我手上。哎呦，可以爆還是不可以爆？人家剛結婚，你不要這樣子。他已經客家腔了，很多料在我手上，在我手上。因為音色有15年，哦，15年，15年嘞，青梅竹馬，差不多。我也不小心。最可惜沒有發展出什麼戀愛，沒關係了。結婚另外一半不是他。對啊。不過天絲當紅嘅阿權妹，就係哇很甜美，大家好，我係阿權妹，裡面做嘛該。然後呢，但是呢，他私底下的另一面是，比如說那個我們很常借道具嘛，一個水桶，對，那個我們要去提水桶嘛，他就一下子就來個。我來，姐來，然後就佢最厲害哦，佢做啲什麼應該二生已經徒手開榴蓮，徒手開榴蓮。真的改，對不對？真的他的榴蓮。那等我一下，我去買榴蓮。爆料都跟吃的有關係耶。哦，他可能會聽好事，那邊松哥給他節目嘞。周偉哥也有，子瑜也有。我有上過，哪時候給他節目啊？我演他房東太太，他還有情況劇的。有。那你們在這個那個什麼那個金鐘獎的時候，不是要保持好身材嗎？那怎麼辦？一直吃。嘿，嗰種時呢，裡面就一開始我們說好要減肥嘛，結果呢，就係這樣，開始叫佢講要減肥嘛，結果呢，人就講好嘛，叫我一年過去嘅吼，其實開始你有冇有餅乾？蛋糕要黑給咋？有高粱口味的呢。哦，姐跟你說，這個真的很好吃，我沒吃過你要不要吃一口？很好吃，對不對？對。自己塞自己很大口。他說你要不要吃一口？自己吃。然後還要推分給我，重點是還推分給我。沒有，愛吃咖槍聲一點點聽，因為耳感皮，純粹全部分給生。對，他就會有說，姐跟你說，姐是過來人，我之前參加金鐘獎的時候啊，我都只吃一點點而已哦。但是要吃啊，就正經愛吃，要不然就是忌口忌久了會很疲乏。哦，對，但他就說我要害他，你就講啊。
回忆。他想要画面上看起来比你瘦，对，真的没有啦，心机蛮重的，对，比心机是不是？比心机，看我都对他有母爱。看了感情好了，真的感情很好，懂穷矮眉。要不要吃东西？像两公婆样诶，像两公婆样诶，搭来搭去，有没感觉？哎，好了，谢谢。快想再婚哟！哎呀，大家，来，恭喜！哎，哦，所以你看，在做节目，这是年轻人的创意。真的，很多东西，逆工，有时候我们在这种忙碌的生活当中，你有一些细节都没有听到哦。你看他在广播啊，用广播的方式来播音。小康，你下礼拜做的做一些。对 ASMR 嘅，做的嘛？你可以比如说挖耳朵的声音，对啊，对，没有啊，像现在 YouTube 对不对？我们现在很常要滑一滑，看到挖耳朵的，或是那个挤粉刺的，那就很疗愈。那个也会有颅内高潮，那个会有高潮，对啊，疗愈啊，舒压哎，那个看很久哎，哇，对啊，尤其那个挖那个。耳垢已经那种成年耳垢，整个已经塞到那个耳朵里面了。哎呀，罗哥你没有宽给哦，你准备拿出来个去，它会嘣一下。哎呦，嘣！是他自己做音效的，突然听得到了，太棒了！来，下一位。哦，沙罗芳姐嘅打动钟意群帶來後堂嘅歌曲哦。來，彈啦，嘿。跳過眼鏡，係萬年不知講唔通。泰國呢位演都會送嘅就是密閉式就改氣了，因為真的有上音樂的呀。跟我是溜，我就想用得要乖乖嘅牽咯。P 起來個嗌咗乜嘢？壓死你！望下我中白強你要 P 到嘅乖乖嘅面試嘛？係咪我不會用你做法係嘛計就傳入來？係咪用 P 到嘅？就講係人係大量嘅。他们还要老小康欣赏后一哈给，也会大出 P 的时间，还给还不会怕放有 P 的那个有声音的没有？嘿嘿，这样。不是
阿Kim 哎，吉娜罗根，我很后堂啊，鼻音都出来了，又有吸着的呢。对呀，唱通都会给喂，对，有妈味，是这么快吗？先不要，先不要，是会照顾你，对，有人妻味，人妻味，幸福人妻味，幸福人妻。哎，他跳过迄徐若瑄的歌呢，对，配你啊。他唱的好有味道哦，唱的时候都忘记让我想起他杀那个榴莲的画面，想不起来。杀榴莲是不是？你不是别人的，就是我的榴莲。你是真的有看过他杀榴莲哦？真的要改？有，他有 follow 我 IG， 好劲，对我真的有 po 我杀榴莲的。你用手杀榴莲？没有啦，用抖诶啦，就给七个一散银用抖诶可以榴莲哎呦。对，切到现在拔开来，手起刀落，超厉害。他西瓜也是啊，各种形状都可以。对，哎呀，一條歌係有貴歌嚇。嘿，也係我七家，因為我結婚的時間，我婚禮，我充滿我爸爸媽媽堂。婚禮嘅時間。婚嘅時間。我結婚的時間。好啦。對。讓人眼紅合配啊。張結婚都係眼紅死。係啊，夾巴夾咪要看你節目。排誰啊？我就講一下詞充滿幾條糖。聽錯真咁唔通。我七家叫到動詞慘啦。如果聊下就有一系列跟對，啊，幾兩三毛糖剩嘅啲充滿感。自己感動。對。按你貴歌也有感覺誒，咪頭也有糖。難怪剛剛哎，這旋律好熟哦，這誰的歌？他跟我講徐若瑄的哦，難怪。人嘅改成拼音呢？對，我媽媽咪懂就講，嫁出去就拼音的啦。但是我愛沒拼音的。你是女兒賊。對。家家專業，拿不出來東西。從哪吹啊？哎呀，講你特別煮啊。真的。哎呀，阿 Q 沒請離婚呢，主持新都因為他家電視台節目。我覺得他以前跟現在完全不一樣。我以前碰到他的時候，你那時候很文靜，留個長頭髮。我現在也文靜。小朋友，你後來是變成已經就是完全瘋了一樣，很活潑這樣，就好活潑，真的跟以前完全不一樣。就是可能係因為主持節目嘅關係，做節目年紀較大嘅。我覺得要改變，改到他做啲開玩笑啊，對。如果見太條，我有經驗多嘅，有主持節目啊，對嘛？他幕後幕前的都有，你還有做廣播，還得金鐘呢，真的，一做就得誒。同阿奎上強下，係以前嚟來主持廣播節目誒，對，這是我讚他光開箱哥。開箱哥，開箱哥，長官，哎，所以你是他的恩人呢，是貴人呢，對啊，開箱哥，等一下我要沾光一下開箱哥，跪一下是不是？跪一下，哎，唔過樣電視節目啦，廣播節目有嘛正常，因為我上到算係有人演嗰種面，對，我就知道主持面皮沒一盆我就覺得我有一點臉的優勢，這樣子，看起來上都請講，係啊，我就沒有順眼有人演的感覺，啊，唔過廣播就冇空用，面就我的優勢就看不到。對呀，嗓音，他聲音也很有魅力，你聲音也很甜，就用嗓音，啊，唔過嗓音我有表情，有上次冇表情嘅講法，同聲嘅講法，嗰種語氣就不太一樣，就是即使你管到錄音室底度，你還會做表情，對，也應該做清難的素材。對，哎，你用我當初我有想那種創意，我去做那種義工呀。對，因為當做節目嘛，可能阿奎上 Q 用都做幕後出來的，對，然後我們就想說，說到嗓音，我就發揮我們的企劃腦，就企劃就很愛想事情，對，發揮我們的企劃腦，嗓音生來做的樣板稿，啲廣播啲度喊做的同大家來做互動，對，寓教於樂。阿 Q 們，我問題，你說寓教於樂，唱嘛？譬如講是給畢業時間，是，那你要怎麼解釋這個給畢這樣東西？我們那一集是用團的嘛？那集是分析那一家嘅給畢，還有那一家，對不對？就是我們除了猜聲音，我們會講跟雞腿或者是跟雞相關的。就是你吃了以後，然後我現在吃什麼？你們大家猜得出來嗎？對。如果真的猜出來以後，或是你們解題以後，公布答案以後，然後你又再講說這是哪一家的？對，還不會講哎呦，我們還要業配一下這樣。我們有跟大家分析，N7咖色狗給哪一件卡好深？我目前還沒有人找我們業配啦，真的哦，哎，真的可以找我嘞，這個我厲害，棒對不對？可以吃的他最厲害了，對。
不过那观众朋友，要是他需要高潮的话，就是找他们2位，去躺家的节目，你就会有需要第1集的话就听我颅们内高潮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依婷，谢谢。来，周月到，哇，这个2位金钟哈，对啊，沾了光。接下来亚 V 哈，杀了，整自己带了后堂的狗 Q， 来，躺过来。天寒人讲，阿婆酒风冲。志云哈，哎呀，今天穿妈妈的衣服，好成熟。今天大家都一样哦。内地也后背冲我真係當勁啊，李青台，來出主題了。你們穿都懂後啊？對啊，因為他來錯主題了，他以為今天是西班牙佛朗明哥。哦，這裡挑一下，哎呦。那我要當鬥牛。好 Q 哎。那牛在這裡。好了，來。我真的這樣，這感覺好婦女哦。乖。哎呀，今天聽說是有目的來的。哦，真嘅。今天有乜嘅目的？有乜目的？我媽係嘅吊搭嘅人。你吊搭嘅人係乜啥？誒，吊搭嘅人就係幾片水質嘅。水質嘅，哎呀，全部都暗示我。就繞到去嘅係 BTS， 其實佢係 BUS。好大。哦，懂快呢。BUS 吧。結果我係公差啦。就係總把強嘛。你怎麼講啊？你有冇挑那麼啊？染這個髮色哦，動從個韓團 BTS， 你唔係 BTS， 你係 BUS。用嘛，你要碰出什麼？誒，正經哦，是去溜營嘅時節度到幾兩三面出啊。哦，真嘅哦。唔用。結果佢出來面出。唔係面出哦，真嘅係本嘅出道。用版。係用版型嘅，叫些神啦。講呢，因為有一擺你就溜營嘅時節，就溜營見講法嘛。佢睇本溜營都會送嘅，就是密閉式就改氣了，因為真係要上音樂的呀。跟住溜，我就想。用不要乖乖嘅牽哦，披起來個嗌咗乜？壓死咪。誒望嗌乜？誒裝把強你要披到嘅乖乖嘅面試嘛，係咪？我不會用人做法係嘛計就傳入來，係咪用披到？佢就講冇啊，哦，那
有嘛该面试，还装傻是吗？伊就渣我唔知渣唔知，我就感觉乖乖，后来又更加扭给面试，又更加粗，我就感觉你蛮几快啦，因为几就快啦，乖乖嘅心虚，讲。你还没大出屏，真嘅幾句黑人很大用嘅。他看到小康欣賞後，他也會大出 PS 機，還給他們怕放有屁的那個有聲音的沒有？嘿嘿，這邊的。伊係無聲音嘅，結果你就趕去照出去啊，照出去過後呢，哦有無聲音那個屁動出啊，動出呢，照出去過後呢，個煙就喊出個底杯度嘛，冇辦法散退，我喊啲底杯度開個空氣清淨機，哎呦，然後開了5分鐘過後，張州的這正年輕有數，哎，現在台尬工業國謙你怎麼可以這樣？對啊，等下現在台尬工，台尬圈服有同感吧？而恐懼那種摸上應該種還動困難呢，這個要先誇獎一下吧。哎，走的恐懼，不用用白呢，哎呦，還不承認，不用兩百聽，一喊做用不用皮哦，做 B-box 嘞。哎呦，冇啦，其實應該不會動。給偶力度啦，哎，我覺得錄音是按誰的控件嘛，做在不用皮，按時間的不用皮哦，其實係對機的尊重，代表我把它當作係起槓音，唔係配聲音。他沒有要跟你做自己人，我覺得沒有愛吃到機心機當衝，因為佢喜歡學那種啥做 ASM 啊。我現在是什麼聲音？大家猜一下。沒有聲音哦，沒有氣體的聲音是什麼樣？長的嗎？還是短的？猜我在幹嘛？老實說，你們有沒有做過這個主題？有沒有做過這個主題？就很像的。喊一百，是我們我印度的 P， 喊他一般的 P。哦，還有 B-box 的 P。還有中拍的，這個人家生馬街。好難哦，這很難誒。從一時馬街有。最後總結身體狀況如何？然後再請到醫師來望聞問切這樣。有種噶，哎呦，就是要來投訴。他把你當做自己人。哎啦，其實你要把它是一個榮譽，它是一個勳章，真的。你應該就不用皮哦，把看不起槓音。那你為什麼不承認？槓掐。受錢人模式一哦。好了，這個控訴算有成立，這算瘋狂的合作人。總的爸爸，係咪認真嘅總的？那個是董寵會幫我修哦。不用屁，這個空間啊，不用屁，咩出去啊？歐北來，真的嘞。對啊，結果我不用屁，行太上。下水溜下來。對啊，哎，這瘋狂的合作人，對，應該有瘋狂的這個觀眾。有哦，沒有哈。有啊，怎麼個瘋狂法？還有13年，就是記的信下信哦，這年就係手寫信。其實我剛剛亞大使出來就下個手寫信，非常的大型嘛。其實唐東也個上演愛到。冇，一開始係佢看嘅客家電視台嘅後上台上歌，係嗰時候佢就下信本來地不都喊下出去個個生肖生辰八字，他的要跟你合八字是。然後呢，你就講誒，連什麼時辰生都給你，都給，全部都附上資產那個表。沒有，應該那個比較重要。而且他說什麼都可以問。裡面有讀到。係 Q 3年，我每次都係 Q 3年手寫信，而且他會折愛心，對，我們是同一手。這不是好事吧？哎，不過他倆在節目嗎？有可能，你可以寄給我，沒關係。對，我沒有收過瘋狂粉絲。為什麼會大情喊就折成愛心啊？很用心，懂用心。然後佢就講誒，做兩週末朋友嘛，真係認識一下嘛。誒，佢講乜解都做地門，唔講呢條路做唔地門，係冇？我唔記得，但他真的寫得很清楚，生辰八字。對，我跟我擺來咧，就是呢佢下星期都給客家電視台嘛，我想有上台上我做人本來跟我就看咧，我非常的用心什麼，然後我就不用啲習慣度咧。後來呢，我就冇飛機啊，我叫咧佢有下星都講下廣播電台。然後他有 follow 你，我不知道，我覺得很厲害，而且他厲害的一點是，佢利用諷刺嘅內容。
嘿，完全一模一样嘅，也是手写的。对，然后字数就全部都一样。所以我跟你讲，你再去拿他的，我们是不是范例对照一下？对照一下，看是不是说都一模一样。这是一种抄佛经的概念，专业写抄圣经的概念，就先写起来，然后那他有留姓名吗？有，也有留啊。应该还用啥人？应该哦，对啊，搞不好对一下，真的。他反正乱枪打鸟嘛，对不对？他不会乱打。没有，你家就没收到啊！你这是什么？没有傲慢的态度啊！不过你用啥喊头？赵比琴啥喊他离婚？他的哲慧老师也有。是坤哥呢？唔是看过哈，你这算小 case 吗？小 case 啊，属心的接属都厉害，还有属哦，还有你看属心的，我没有属心的，我属过嘛，属过女夫。大夫，有咪头冇？咩，有試過冇？咩機動到新的大夫公，冇，我就送公司人啊。你送機師麼？要機師來？師來嘅，本來嘅，佢下講係本來嘅。還有，你是自己訂蝦皮吧？沒有，你訂到忘了。我跟你講，新的冇嘛該，結果嘛該你點冇 ？A4 為字哦，知道冇？印嘅幾張相片，唔會講到冇？哦喲，都可以講哦。我真的很害怕，还有做过懂得的事情还。那他相片有放黑袋子？没有，但是是黑白的大头照。哎呦，然后懂讲还有，譬如讲 NVIDIA 有 APP 嘛，你接会留言，他留言都是非常直接又大胆。哇，之类，然后或是我现在就在你什么什么，就是。永远都定损后。你还会。我就在你的后面看着，是你吗？我黑凌晨1點下班嘛，有上次幾位啲嚟下嘅，故說我哋警衛都知道嘛，幾位我們有門禁卡，我們都會有秘密的通道走，然後我以前係唔第一時間，其實做過一件事有黑洞嘅，佢就因為電梯嘛有4台，佢就啲講按部頭，除非開2台天梯，我一定係我按實，譬如講我啲。平安啲那一類，我喺下班呢，開電梯錯嘛，電梯一打開，它就站在那。哎呦！這個手一過去一揮不到。那個吉娜有看過啊？沒有看過，因為燕聰飛的時間。哦，他被趙比哥就喊阿姨，他就叫咪一下給他師傅。哦，真的。燕聰飛的時間，給咪嗌師傅。哦。對，就很害怕，瞬間措辭唱措辭。唔過我講嘅係我當監車所有支持我一堂。對對，其實他這是很他是支持，他是很支持。有一些動作太過了。他想要接近你。故說講我自己做主持人，大家都懂得主持人講，有時是自己我們要把好我們的分寸之外，我們有時候也要教育聽眾，譬如講。懂呀，做不得容易講講，你按阿妹呀，爸爸媽媽會 sell， 你聽莫按。搞不好他就是自己一個人給莫。但是還是要跟他講啊，就是告訴他。可是佢要用滿周，其他事情，不過你有講。才講有嘛事前發，我覺得也保護我們自己，保護他。是有一些瘋狂的歌迷，很瘋狂，聽眾他真的很瘋狂。對，基本上我先講，基本上我們就是感謝你，但是我們還是要想盡所有的辦法，不管用把人諷刺、下也好、講也好，容易講做我們的安因為你已經造成我的困擾。對，發乎情，止乎禮就好了。對，這既然這麼的喜歡他，那你就不要造成他的壓力。錯，支持佢就好。對，我真係啲趙比先生嘅後輩支持你。要臉哈！結果下一次電梯出來看到是你，電梯那個恐不恐怖？電梯很恐怖啊，真的很恐怖，真的很恐怖。雖然覺得很開心，哇，有這麼始終的這個聽眾。但是真的久了會造成動態壓力。有壓力會有壓力。就像嗰條清風嘅明星有沒有？他們那種韓團嘅。是。在劉華登啊，那一批都蠻那一，然後飛車追逐這樣，親筆一樣，跟這個親筆一樣。對，我現在已經慢慢有這種感受了。哦，真的哦，羅哥哦。哇哦，7月的時候要。好。來殺下來啊！殺下來啊！要給他平反了，是不是？總把給他們帶來後堂的歌曲。好啦。到節目當背後第一次公開講哦，該東西推崇門外講會寫瑪莎嘅區間，我唯一指定真實。唯一指定，因為為什麼？其
其他人档期都满了。对啊，对啊，其他人选不到，对不对？在家乡，看见日泪啪啪渐渐结发，日泪花看起来就像人徛在日记札，打坐在天然山下，按步跳就转到爱该无家，该泪花，黑阿婆跳那当该几种花，几种花。不讲一条啦啦，天公转风茶，不管到哪一位，心关青菜，心头暖日记札，几种花，你看该明影花香不会差，该泪花，汗水向穷人轻轻不马上。切些相思边怕飞了嘎，了泪花，黑暗用心该润润染染，隐隐眼眼快的那，几种花，你看该明影花香不会差，该泪花，汗水向空灯轻轻不马上。心做动因跳恰恰，几种花，你看该阿婆热落热开发，该泪花，怕些些相思边怕飞了嘎，了泪花，黑暗用心该热热燃燃，隐隐眼眼快的那。中北强，我在准备了参加比赛嘞，紧冲紧好呀，有吗？喊走的了哈，因为，哎呀，虽然大家都是广播人哈，但是在唱歌的时候还是正正经经的，很努力的在想要把国吞国冲过来。对啊，都不想输呢，真的。哎呀，那头前冲了赢了赢吼，对吗？嘿呀，因为佮梁千倍度吼，比如梁记吼，真的不挨到自己个压力动态呢。懂有，最近我放张凯翔垫底。凯翔垫底，还 OK。今天真的不知道来这边骗通告。一冲高冲破就总得到这个奖哎。那喺高冲的话就没办法拿到压榨。干黑暗牛哦，演了黑暗牛。你不能说你还没得奖就是骗通告，对不对？你这样做给9年，这作为一年的对吧？多几年，多一年啊，对呀，给至少给他1年呢，1年。有没有开始做节目咯？很奇怪。其实哦，该东西係因為上嘅認真啊，你認真嘛？你認真豆漿嘅認真。我之前有老記合作一段。係啊，佢因為要做嘅。寶島廣播電台做隻節目，按到客家365啊，係啊，客家365啊，佢請嚟去做來賓啊，做一擺天天哦，在推廣看到嘅時候，哎呀，北京永遠安煽情，永遠安好笑啊，你怎麼那麼好笑？我說天生的，他就想說啊，那你走看又該。意願啊，留下來做節目嘛。哎，他也這樣跟小康講啊，真的嗎？原來大家他都是這樣問的，是不是？他只是客套的，還是他只是看到你的臉而已？哎呦，你也覺得我長得帥哈？只看到他頭髮。他說好笑，不是嗎？看到頭髮像那個韓團而已。哎呀，B 位是嘛？以上。BUS 少年團。哎呀，所以該東西是不應該推廣愛用問啊。但是他就一樣問我說：“你假設你開一家節目哈，因為請人家搭檔，因為嫌嘛啥？哎呦，
选搭档很重要。对，自肥了是不是？凯翔就选得很对，对不对？就得到金钟。像我就选错了，所以是你搭档的问题是不是？所以难怪你会一直放屁给他闻。我举一起动强啦，因为他也是气话脑，因为他也是做戏出身的嘛，很会做戏，在人前人后都一样。真的有你厉害吗？戏子很无情哎。对，唔会啦，怎么做戲？做戲咩？我都懂整形咩啦，係因為我較有想法，其他冇弄。我跟你講，因為到節目當輩吼，第一次公開講哦，好，請講。該當時候推崇門來講我寫瑪莎嘅系列，我唯一指定曾琦。為什麼？因為為什麼？其他人檔期都滿了。對啊，其他人選不到。我跟你講，我可以用是嗌，其實給台中就講話中巴強有啲名講，我人唔對答，佢就講嚇，講嗌一下咁多節目要對佢導呢，真係係會帶記，懂嗎？帶記，這個還不是答應。冇啦，因為就 B 位是很做的啦 ，B 位是很做的哈，你們親後告因為其實真研究後告啊，後朋友就向他告這啊，他們常實際就直接來呢。對啊，根本就是直接就是那樣的臉臭臭，你都幹嘛？冇啦，就他太常溝通嘛，臉卡，因為你一定得罪他，是不是？常亂講人家，對不對？因為講人家的壞話，對嗎？其實我們的節目是就點鐘停停，不過大概錄進嘅時間差不多是會錄到4-5點鐘。哦，做嘛？一次錄4集嗎？你們會不會太無聊了？對啊，跟千倍3點鐘嘅時間，千倍打在鼓。難怪我都 booking 不到錄音室，就是你們。不過我跟你講，你們真的還蠻登對的，就是說在節目當中，對嘛？一直講海風，一直講吸煙，係啊，佢有想法，你雖然他說你無腦，但是唔神氣啊，唔好搞啊！我是顏值擔當雖然都廣播嘅節目當播，看不到，所以我覺得剛剛那個委屈你了，對不對？疫情講的我其實很有同甘共苦的感覺，因為你上都沒動醬啊，像我們這種長相好看的人，不應款的，其實真的很可惜。好啦，開始我們兩個搭好了，他們兩個，我們拆夥，然後你們兩個去路邊開直播啊，大家都看得到。你們可以去研究放屁的聲音。對啊。合作一下，期待我們明年新節目，來到至於又加新嘅節目，艾斯克密啦，搞英文誒，精神期哦，搞英文，用英文啊，韓國黑話呀，教一些就是青少年的一些生理會碰到的問題安用，生理。係啊，生理哦，係啊，身體當中嘅問題，羅哥最中意去思考嘅事情。看你們講啲身體就問題永為地咧。對，我現在就想要開始 follow 他們那個節目，看會不會有什麼一些顱內高潮，讓自己更嗨一點，更快樂一點。謝謝啦，謝謝，真的都好優秀，很優秀哈，他們節目一定超熱鬧的，真的。對啊，大家都要搶話，一聽董後告，董後告，正經幾兩啥，董後告，真的，家賭多幾兩啥，好啦，殺下來，哎呦，太前逼了，太前逼，好久成瓮底啊，真的，殺下來，嘿，你嘅氣質微信上帶來好聽嘅歌曲，好嘞，好。躺落嘅衫，迄股又顯面嘅衫；披落嘅香，迄阿婆煮嘅鹹菜頭；看到嘅相，迄阿爸入下嘅舞台；衝出嘅山崗，係上到阿公愛你嘅海洋。目珠炎炎，再生风风，牙齿啪啪，一起呆呆梦梦起起，大沙都相问，你的那未来。你在闪改变，
爱做一生插向情人，看得出你在海身边，描出一生隐现一层，看得出你懂下情。面对一洒洒三分的心，看得出你很满意，看得出很哈介意。就快變少，大家歡喜樂笑顏。新歌哎，重量级的广播人，哎，罗哥好，金亮好，你好，广播界公真的太資深了。哦，歡迎收聽老年大擂台台天台。来主持你，有感觉，有，你那个节目我真的也常常听。哎，罗哥真的是很忠实呢，有时因为来参加节目嘛，罗哥有时候听到，偶尔他还会有时候拍影片或传讯息给我，听到什么歌，真的，也死团亲家呢，就是刚好那个时间我们在回家的路上，对啊，就会听到啊，就转到就听到嘛，真的有很多艺人朋友哦，然后就听到他声音，那你就特别亲切，然后又被他声音勾到，你就会留在那个，你就不想要转台，好感动。应该是独沟懂的，比如讲，懂阿玛一听有赏时也抽盖阳茶专一啊。我曾经碰过司机先生哦，他譬如说我开门上车，他没有看我，好，我就说先不好意思到哪里，他说哦你是哲伟哦，就是电梯那位吧？不是，电梯那位是小姐，不是，哎，我一开始说怀疑他，然后我故意说我哲伟。对，那你有时候还听我的，我有听啊，你每天晚上唱晚安曲，你都如数家珍，真的，其实很感动，陪伴好多人，真的很感动。然后他下一句就说：“你内裤穿 M 号吧。”我有记了20条，你有收到吗？原来因为做广播按当年的一定有当到欢喜的事情啊，应该讲感动的事情，印象较深刻的事情，有哈，当来讲一行话，因为那个天台较高嘛，10楼以上啊，10楼这样，对，踢同的时间。哎呦，331大地震，那时候我引另来节目一听到 live 嘛，都是每天 live， 我习惯 live， 对，踢同的时间，你知道多可怕？我麦克风10楼，我要很镇定哦，讲到一半，然后麦克风拿下来，蹲到椅子底下。刚刚我们的是地震哦，那地震大概是6.2级，然后很镇定哦，中央气象局的还要讲完哦。脚一直在发抖，而且对10楼还在晃啊，晃了就，然后记者有打电话来问，隔天就拍我那个要重拍我躲在桌子底下，好敬业哦。可是冇辦法，因為 live 的節目一聽到比如講北風踩啊黑啊，我們沒有刮風下雨的這件事，我們一定要全年無休的，全年無論風雨多大都一定要一樣，一定要去，真的好佩服，真的廣播人也蠻辛苦的，真的所有廣播人都一樣，因為我接講廣播係嘛，廣播係陪伴。它是很重要的陪伴。雖然太假講現在有很多的媒體啊，懂得做在看，做在談如果你想一下以前特殊的時間，你會手機有收音機，或是你家有時候已經打開，你不用嗰邊某間你會彈佢講嘛該，如果你就知道有上帝旁邊，批判，一聽那樣東西，從個收音機底部都傳出來聲音很迷人，真的。對啊，那收音機這個是從最早期還沒有影像的時候最有的東西啊，對啊，所以一次批判都啞哈，都啞哈呢。我知道我真的很榮幸，而且很開心，因為楚台天師啦。講到廣播，我想到愛放愛知道，我覺得這是另外一種福分跟福報，因為做廣播其實很開心。張比哥做26年，公務員呢。
我不想当25年就可以退休了，你已经26，因为26年就愿意在不同的电台，黑mo，我创过很多记录啊。哦，你不是都在那个电台？没有，因为我最早在警广啊。我跟你忘了，我们基隆省来第100接受到广播黑，我做那个全台湾第一个现场 call in 点唱。哦，如果有上次那个听众互通的时间，会不会遇到很多给出精彩的、不受控的听众？非常不受控。譬如我们接 call in 的时间啦，譬如说我们等下接 call in 哦，先放音乐，我们会先接电话嘛，跟他讲好说，请问你是？然后说吉娜哦，你现在的节目是什么？你知道哈，我们要聊的是这个今天天气怎么样？然后记得哦，开麦你要说我是吉娜，然后什么什么，讲好哦。他一开麦就。5字经哇！就闹我你们这样子啊，生气。我还有碰过很好笑的，不是我自己很好笑。比如讲有你下戏那段要点播嘛，我们就会念信。念信我后来就觉得说我要 call out 给他，好 call out 给他，他先说他点，刚好我最近失恋，很可怜啊，他要点歌嘛，然后我就打给他说哦，吉娜你失恋，给我讲很可怜，然后讲他已经写过了，他说我要点一凡的。踏破铁鞋，因为我踏破铁鞋找不到我要的人，他太紧张了。我说最后，你最后要点什么歌？我要听一凡的《破铜烂铁》。那这我们的 sell， 因为他要哭了，所以我不能够讲错。我说我知道破铜烂铁最后就是踏破铁鞋，你要找到机。我不能，这不能笑，这是错别字，错别字，还有那种麦没关，麦没关，这主持人反应很重要，还是有时候没拉掉呀。你知道现在团购很重要，那有场是这个同事说，我们要买包包啦，你要选哪一个？我们就开始我麦没关，你知道，太开心了。我要绿色啊！你好，我绿色。然后我一直没发现过 APP 哦，唐中朋友讲，这位哥。你麦克风没关，我不知道你要选绿色包包什么，我想完蛋了。我告诉你，我当下就拿下来听哦，各位听众朋友，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包包，绿色代表是和平，蓝色是忧郁，红色是热情。你今天的心情是什么？对，你今天心情是什么呢？我们来想一下，我们来听陈奕迅《你的背包》。反应都真的是这样，一定要这样啊！而且你不能笑。而且你关麦以后才能骂脏话，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？是不是破铜烂铁？怎么搞的？破铜烂铁，这还蛮好笑。他我要听观世音奶茶那种，然后我很想笑，不能笑他。这很好笑。我要写一首歌《破铜烂铁》。可以。好啦，这很东都，不管太分享，这也要什么时候有位听众朋友、观众朋友支持你俩的，不管很看得到。马上 DJ 们，其实都很辛苦。DJ 们，不过有回馈的时候，吃到。那就是最感动的，真的，那是给我们最大的动力啊，让我们愿意做这些事情。真神蒙太嘎了啊！谢谢啦，谢谢各位老师，谢谢老师，真的好开心哈！今天可以请到这些广播人员，对，聊一下他们分享他们的发生的一些趣事故事。16年了，真的啊！谢谢大家，继续加油！大家跟我们哲伟哥看齐啊！是啊，敬礼，好，李碧，请坐。好啦，也流行歌曲组的啊，大家杀了看传统组的没有人分享哦，还没有呛到，也是斜杠广播主持的这一些朋友们老师们，好来看一下传统组的来。刚人講我要到呢個聽眾朋友東校唱歌，於是我現場口音落來講，唱條歌好麼？唱咗之後，那同天花打落來，打落來是這個上頭成日就唱歌嘅牌子。佢講佢唱歌按難聽，佢怎麼還撳到啲天台唱哦？頭前一剎還在先鬆啊！結果剛開始不是講到你們3年這個打電話了，唔係個意思啊，對吧？冇這樣，冇這樣，在那邊當頂來了，
哎呀，也都係你傳統族啦，我傳統族咧。佢講有唱到一些斜槓人生呢，這些老師們其實佢一開頭會唱歌嘅，但是佢斜槓去做廣播嘅主持人，對，所以有唱到5B 啊，5B 嘅呢個廣播主持人，佢會來分享你哋嘅做條路嘅時節嘅神奇嘅事情。但是問題，我們這是不是傳統族嘛？傳統族啊。對啊。那一位是那個人坐在那裡幹什麼？你說韋羅嫂嗎？我也有種格格不入的感覺，我好像走錯棚了。你是發錯通告是不是？是不是？你有 call 聽嗎？缺人了，然後找我來。缺人了是不是？啊，跟 CV 欣賞哈，對呀，全部都傳統歌曲的高手呢。可是他今天的髮型還蠻傳統的。對，應該實驗文，對，有點實驗文啊，說錯了。對對對，哎，這個他們在這個從事廣播的這個階段哈，這麼多年來，應該有很多一些廣播的趣事跟神奇的辛苦的事情都聽懂，辛酸，好吧？哎呀，等一下我們聽那個他們家的這個開講一下，聊天一下哈，我們大概了解廣播人員的辛酸史，好不好？來 TVB 還會先來衝歌啦，哈，咩係歌數啦，哈。對對對。你嘅鄭中 V 帶來後堂嘅歌曲哦。來，唱個啦。開唱嘿嘿，竹單棍啊好嘿，東往台電就喵啊喵，公共車流該兩條班呢。嘿嘿，當然講啊好意嘿，達成朋友就喵啊喵，公共車流該路難通的，開單愛開出嘿嘿，竹單棍啊好意嘿，東往台電就喵啊喵，公共車流該兩條班的。會點歌讚哦，動詞，對，動詞，嘿，哎呦，總比好，這也是斜槓人生啊，真嘅哦，對，那轉廣播轉幾多咧？其實應該就當拍攝，因為應該錯啲兩片，因為大家準備線上。準備做20年、30年嘅，30年正年嘅開前輩，應該做1年，已經是這個廣播界的老賊，就不是老屁股，露前批所以那你是算菜鳥，應該做1年，做1年挺，哎呦，你比我們新宇都還短嘞，新宇還做他 Q 吼，錯。1年啊，1年，那應該挑戰的動多。應該青島嘅張奎是挺辛苦嘅事情。錯，因為挨老挨半樣強下主持，挨半樣正義連，啊你應該當 relax 啊，係啊，應該互相 cover 啊，係，不過是係等應該嚟個水體以後就可以去主持，錯，所以差唔多10點鐘以後就開始。所以你迪波卡錄啊？迪波卡錄音啊，是預錄嘅。預錄那些設備就傳本天台，錯，哇！現在那設備，現在傳雲端了，哪邊黑啊？
所以你下几句动吼啊，是属于因为持有的工作자동风片，所以佢水體以後，你想開始留意嘛？其實應該大概留到，因為佢可能有信號嘅關係，所以佢動會薄壓。基本有無來主監咪用講嗬？叫咗薄壓啦，薄壓係因為佢遲到佢動上水嘛，咁半夜水，係啊，所以應該所以要醒要嚟要薄壓啦，呀哈啦，做阿爸咧，做阿爸啦，錯，所以咁個應差不多留2點鐘，因為2點鐘嘅節目嘛，所以差唔多留2點鐘，咁個一剪。差唔多會剪4、5點鐘才剪好。1點鐘嘅節目，錄1點鐘，按來剪4、5點鐘。你剪乜嘅東西？係啊，因為平常因為啱嘅下尾之前講嘅冇嘛漲啊，所以大擺談到哎呀，一片因為多點啊，什麼就一直燉低，我就覺得啊，啱有重新都錄。所以一直補。大家陳比爾強用，因為他的頓點超長，沒有，給他節目堂工沒有見人家加點鐘。陳比爾，你應該唔是很久了吧？唔過喊係希望將你對話好順啲喎，所以是本大家談唔會上個狀態糖豆吃到有一點興趣啊，有吼。錯。它緊才比較緊湊一點。對。呀，就會嗆到，那個前逼咧，嘿麼？是。哎呀，月春節。仲會佢講誒，兩種嘅辛苦哦，其實月春節未度過，因為你講一年天，我其實我定我從事廣播嘅體育營嘅開始嘅時間，我1點鐘嘅節目，前後我即刻算過哦，我發喺8、9點鐘講到體育系班書。9點鐘，因為院體還係做多年咧。我從廣播做到呢行，我做24年咧。24年咧，給用思涵摸牙下嗰種天鵝嘅間接。錯，嗰兩是係潘帶，係染是從一款天然嘅染嘅東西。香港因為我自己本身唔係呢種嘅廣播嘅課內畢業嘅，所以我係做講。半路出家嘅嘛，所以咧嗰兩時機器嘛，嘅全部唔曉，所以重新都學過啊。韓國嗰兩時廣播咪唔曉啊，所以講客家話聽，所以做起來熟絡機器，因為熟絡幾隻節目嘅流暢，因為自家廣播自家控機器，所以咧前後3擺就 OK。第一擺我是廣播人員，我是想講自家想話講乜嘅，從一寫作文強咯，從嗰個寫到2、3種字。1點鐘這樣經驗，變高變高，結果交出去咧，我想講，我如果 OK 咧嘛，交出去主管是講，你哋唔係做節目，你從自己讀書，朗讀，還有寫個大綱啊，你哋原本種本人談，哎喲唔會寫人，你哎喲做唔得，冇人會談，你哎喲會節目，結果我要重新錄過，錄好之後，我要習過那本主管。糖啊，因為佢每天書嘛，佢係用廣播是用糖，一糖一講有進步咧，唔講是像羅哥講誒，你做得合法拍掉啊，係啊，用寫到後生人來讓你談節目啊，所以部門我要習個重新去，第3擺總算 OK 咧，呢個唔錯，廣播是愛用去，聲音愛用去節目將會好聽。對，真的我很佩服這個廣播人員。廣播主持人更正經咧。我們那一代真的都是盤帶嘛，那盤帶他要訪問你，同時然後他還要這樣放下去，然後要調好以後，然後訪問你，然後直接啪嗒按，然後我們現在聽什麼歌，然後按下去，然後得聽歌完以後，他就開始趕快再準備其他的東西，他找其他的歌，不用音哦，盤帶有雲端，盤帶以後，後來換 CD，CD 有MD，還有 MD，還有過渡時期，對，MD，然後後來又變 CD，CD 可能比如說一個 CD player 而已，但後來一 CD player 你換一首歌換完，然後你又開始又拿出來，然後要找歌要放進去，後來變成2台 CD player，就比較好了哈，比較方便，那現在就更方便了，現在完全電腦了，所以新宇你好命啊！你好命啊！真的，他們是就是這樣子過來的嘞，真的是前輩，真的是筚路藍縷，真辛苦，盤帶。那知道我老小看節目怎麼？
我们怎么回事啊？真的，我们好不长进哦。现在当主持人或者当歌手真的是好命啊！没像我们那个年代，兄弟留前逼哇，真的。很有按做一年下来，做一年下来，你有觉得有什么收获和什么比较卡关的地方吗？卡关哈，瓶颈对。非得是因为你行业变好顺的，好进步嘛。轻松哦。不过最困难的是有上次会访问到东南亚化的来宾。哦。可能一开始没开中。神话一哥一姐嗰種係啊。錯到是問佢到東多問題啊，問。動多機會，啊，佢只盡量以機會聽，錯，你學3個幾多年咧？語言，冇咧，所以是專門啲啊，因為你老年嘅研修啊，是小朋友啦，小朋友所以應該知道，冇辦法啦，是應該會攞佢。打嘴鼓，哎，都不会回答吧？对，但是希望你不管在这个音乐界也好，广播界也好，都能够闯出你的一片天，好不好？继续3万加油，继续加油，努力做后浪。好，好，加油，好 ，OK， 好，懂出，好来哈，懂出，哇，现在介绍这一位也是我们客家界的前辈啊，哦，太前辈啊，也是广播界的前辈啊，哦，系嘛？因为说呢哈，徐娘娘，徐娘娘都来了，徐娘娘，冇佢正经给他节目啊，系嘛？真的还是徐娘半老，也是啦，徐娘半老还挺勇亲强啊，对，好了，给他带了马个后堂的歌曲，你的启民族欣赏带了后堂的歌曲哦，好，那来。亲娘娘回流台唱，还真的是老当益壮啊哈，真的就是又说人家徐娘半老，又说他老当益壮，够发哦，中国还按后堂啊，对啊，清了了哦，按子噻哦，什么你什么呀哦喏，讲出来都是讲出来摸来冲入来冲过又讲，真的很厉害，很强，很厉害，就等聊吧，铺陈那么久。哎呦，主持广播天台已經一多年的時間啦，差不多20年，20年嘞，沒有我同我講20年，他被賴走去，20講係實驗，哦，實驗大啊，你有講回流，你有講回流，按講實驗，梗係講回流。我3已經講好咧，基本上先有人講回流，係啊，我2-3已經講回流。哦，嗌回流喊下擦，冇害嗌啦，嗌到唔有講。啊，所以老民族欣賞，分享一個故事呢。所以他籌給機場茶的時節，給司機啊，就唐牙
广播节目。哦，秦妞妞和刘台川，正经，真的哦，就是徐娘半老的节目。哎，对我动作的时间啦，有看嘅秦妞妞嘅节目。哎，其實個人講，我秦妞妞和劉台川，和劉台川顧名思義就係講，就先講和劉，那邊沒有講和劉，因為講和劉嘅做唔得來，冇人沒來過嘅。哎，那這節目名稱還蠻好記的。哎呀，仲偉，你的節目名稱按怎麼改？哎。And Hakka music in the house。international 個機發啊！英國群過來啊，係上銀行，係上銀行。錄音㗎，因為糖嘅事，因為乜嘅東西啊？因為乜嘅 music in the house，用好有上嘅，有 in the house，in the house，你做得啦。哎呀，你就好上嘅風格哦，對對，好上嘅。哎，新聞有人愛講到咧哈，我下擺呢隻間嗬，兩三年按都搭來搭去哦，按電來電也是都在用銀行麼？真嘅有，佢喊當年輸糖。哦，真嘅哦，真的。哎呦，我頭一擺做嘅嗰樣茶糖都有司機糖嘅，你客家嘅廣播。所以你看，就是個人頭上一片天。你做了這個節目，一聽就有眼形狀。係啊，對嘛？連啊，老小康都有在意欣賞輸糖呢。哦，對，他的節目展翼老師是忠實聽眾。哦，真的哦。對，那你又大白路亂講法，係嗎？因為展翼老師就是喜歡亂講話的，他就剛好很喜歡。哎呀，反正你留言冇希望中嘅聽正經嘅哈。哦，對，一點鐘糖啊，翻譯啊，你快樂日會。哎，唔過吃到清厲害呢，做 live 嘅節目，佢當然係直播嘅哦。其實我哋講哦，愛唱接受，愛唱你要接受嘅呢個廣播節目嘅時間，愛走前走 live。哦，正經哦。對，我係冇唱夜春哈，佢係用剪接嘛東西。我嗰兩時愛走，所以你這樣做，你有點酸哦。我意思講，我係運氣下好，運氣下好，我認為做現場嘅時間有 DJ 讓我控制。哦，有 DJ 讓我控制。幾可能哦，因為年紀下大啦。哦，控制我沒有做過，但是冇按到，大部分做先係跟住咪 live 節目。按人靠後面，有人屯控制，按住估計屯節目。你就專心做節目就好了。非常係感恩。對。哎呀，感恩，我做先 live。哎，其實講到這種 live 的那種，好像最早就是那種不台灣地下第二，哎，好像是那個時候就開始。來買東西耶？沒有啊，台灣之聲呢？那個時候台灣地下第二，然後就是整個就是就很多人口音，就開始慢慢就流行這個。啊，因為 live 做的吃夾老嘅唐中平，唐中平要做互動，佢用是開放天台嘛，東多嘛，係啊，所以這個大概用 call in 嘅方式，咩有冇 call in 點歌嘅嘛？我講我有啲呢個唐中平要東好唱歌，其實我現場 call in 落嚟講咧唱條歌好冇？咁你做唔得講唔好啊？做唔得講唔好啊？跟住出本佢唱啊，佢唱衰以後，嗱同天花打落來，打落來是點唱到嘅大字，佢講佢唱到安南堂，佢做乜行咁多啲天台唱哦？為啥？條件啥很多先鬆啊？結果當為啥？佢行到牛山呢？這個打電話了。哦，嗰兩時我哋主持人真係是原廠，哇，原廠是到空中就吵起來了，就吵起來咧。真嘅啦，是嘟嘟安樣嘅。唔係個意思啊，對吧？冇這樣，在那邊當定來然後講，你當中語用晒都一齊，是真係你吵，真嘅啦有，真嘅啦。你講我就是說實東下來，東下來是原廠。嗰啲用邊有收絲毛。但是床頭接不有料，開機會打電話咯。所以其實人家的給他打電話的話，糖豆嗓音又是低慢音，太不。接打來是低嘞。哦，我係馬啥，就前台忙線中按用係啊。哇，有啲嚴格。佢當然按嚴格時間，我哋 DJ 是低嘞，但是我空下來是冇得個背打落來咧。跟住主持人所以。對，咩做唔得 mute 哈？他做唔得，他做唔得，但是都係唐中啊。就像嗰個公司開放嘅以後，他係我打電話去點歌嘅嘛。哎呀，看你想要聽什麼歌，你就盡量點安尼吼。哎呀，我若有我就盡量找哦，你放我你聽安尼。就有一個老人家在家裡就是就無聊嘛，就想說
冇打电话点看啦。哦，录音卡真嘅，你24小時哦，你個有商人哦，佢這個都不看呢，同你口口是糖不一定嘅。但如果給他爸會打電話吃到當什麼你用你客家話，對，個唐叔也親切，有一種批判，你知道嗎？陪伴啊，對啊，就打電話進去說，什麼你到底對我到底迄個什麼所在？你有寫什麼歌？我報你聽。我唔知咧，不要緊啊，你想看覓啊？無法點着阿彌陀佛。就像安尼客家本色，唔知那客家本色，同山高頭人。哦，你就敵人啊！錯啊！但是沒有辛苦嘅一面啦。一開始你想講，你平常講客家話，老人對方係懂自然，懂自然啊。但是你做廣播，我記得我替白時節，我咩自家我寫，你自家講嘅話，自家順過啊，順過日後讓少年人念嘛。都慢慢順了日後有主題後發揮咧，你做得經過。咁樣點啲過來，老人全部強咯，人樣啥都唔係強讓係科班出身，係你機會啦。對，而且20年嘅經驗嘅，講真嘅，係啊，一聽閉麥你都好像收錄啊，講真嘅。哦，啲上架節目哦，啲來賓唔是講法，係啊，幾厲害咧！我呀，客家話人家叫我你喺度睇哦，我就講你喺報國名啊，太厲害了，太久沒看到這個徐娘辦了，徐明珠老師，經驗嘅累積啦，經驗啦，經驗啦。就容易到主持咪強浪啊！你人老嘢打擂台主持人都嘢，你可能使對答你。挨咪一開始，好啦，講先好咧。一開始在主持節目時間，咩當冇關係啊，我咩專科出身的啊，我高中我唱歌的，我特別本人訪問的啊，我變到我的訪問人，哇，也是開始也不習慣，但是就是是什麼做什麼，我們做什麼就盡量像什麼，唱嘛就盡量把它做到。不敢說最好了，但是就是有那個樣子就好了，對不對？3分樣，很有樣了啊，很有樣了。請厲害，請厲害。好，謝謝明珠老師，謝謝。等下我回叫嘛，哈，按這些以後接來那節目啦，好嘛哈。哎呀，訪問主持人都親厚，很美，我們的話可以少一半，少很多。我接着下來應該也很會講的。哎呀，王心怡啊，是。睇嚟後頭一個叫傳統嘅嗎？係啊，彈看咯，吉干 boy， 彈看咯。這個前幾年啲面書當中看到佢分享一件事情，就是佢主持嘅時間，被來賓告白。哎呦，哦，那個來賓應該送禮拜啊，前幾日。那個來賓姓羅嗎？不是姓羅的已經公開在節目上。竟然跟哪有你講是誰？他是。
是痛爆呀！可以这么高，你会不会起得太高了？打嗝了。对啊，我看你好像跟杀猪一样，出来了，拉着脖子在唱歌。真的。对啊，没啦，不好听吗？不会啦，讲就好。画面讲就好。对，画面好看就好。好吧。歌其次。好，歌艺不重要，没关系，演绎比较重要。是。哎，讲到广播，开玩笑，哎，给没钱币哦，陈宗比。半年了。新宇8年了呢。半年呢。可是因为我还想8.3，前6年我是每个礼拜天而已。哦，块状去块状，对，然后这3年才是带状。我觉得差很多。这你擦筋斗会吗？擦筋斗钱吗？也是。因为一个礼拜一次，其实经验值对。然后你每一个礼拜在坐上那个录音室的时候，你就觉得很生疏。哦，当一周就没空用了，熟能生巧。你是什么原因会踏入广播界？是因为我朋友有一天听广播，听到我们电台在甄选新生 DJ，然后隔天就最后一天了，然后就说：“哎，你不是很喜欢听广播吗？你要不要去试试看？”这样，然后我说：“好吧，试试看。”然后我就去。就是排队，然后甄选，然后就一关初赛、复赛、决赛，然后过了之后，哎，有入选，然后就进电台，然后先从代班开始。所以就是快撞，一次做都有7个台中的节目。哦，他是因为你的颜值然后入选你，应该是声音吧？声音吗？哦，应该第一关是颜值，那你去考。那个 DJ 看不到脸没用吗？没有，颜值没有。主考官看得到脸。对，真的有一个电台主持人叫光宇，很神秘。大家从来到现在从来不知道他长得怎么样。阿姨送给他节目的人，我看得到了，我们知道了，他长得怎么样。但是问题是，因为都不会合照啊，也没有什么。我还以为他自己关在一个小房间这样访问。没错，他就是自己关在，然后他就做 live 的，然后把灯都关暗，关暗还没关系，还把所有的那个。玻璃有没有？录音棚不是都有玻璃吗？他把玻璃都贴起来，所以你也看不到他。就外面你看不到他，但我们歌手还是要面对面啊。我都听他广播长大的。是啊，真的。光宇家族，对夜光家族，对。周主持，我觉得做广播哈，像你都全部以上，老小强，我做广播，你们差不多2-3年了，都有个大批个主持人啊。清难，我觉得最难的一件事情是1-3年主持。真的好恐怖，真的这个好恐怖。就是因为自言自语啊。你是自己一个人吧？我自己一个人，但还好我不是那种像要讲1整个小时，我是播歌，然后可能尾奏，对，讲个话这样。对，但我还是觉得很难，因为你真的就是要一个人对着麦克风自言自语。对。我一开始也是写稿。跟老师一样，对，跟老师一样，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要讲什么，你就先把我今天要讲的话都写下来。可是你自己听，真的觉得，就是在念稿，有差，就是不是那么自然。对，后来就可能自己就是后来就是精神分裂这样子。对，没有，就开始就不写稿了，然后吃螺丝就吃螺丝，大家觉得好自然。对。我前一阵还前建议哈，在面书当中看到给分享一件事情，就是给主持的时间。被来宾是那个来宾应该送礼拜啊，前几代那个来宾姓罗吗？不是，我姓罗的已经公开在节目上，竟然跟哪有你讲谁？是谁？他是一个很年轻的饶舌，谁？饶舌很年轻的，很年轻啊。有罗哥帅吗？颜值还不错哦，所以我才开心。还有嗓哎，他怎么饶舌？对，新人啊，新人。好，这不是重点。一手吗？不是，他有来过我的节目，但他没有，不可能当众告白啊。他是瘦子呢。为什么不行？他有女朋友了，如果你主持的话，他会跟你告白。因为瘦子喜欢胖胖的。对，他喜欢有肉的。他女朋友都是胖胖的。知道，我就发不到他。反正是我跟他访谈聊一聊，说，那你这张专，你什么时候开始创作啊？然后他就说，我从国小5年级。等一下，我说怎么了？你是不是？我想说他是不是很紧张？因为第一次上节目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深呼吸一下。我说好，你很热吗？他说对。然后说好，那个冷气调低一点。然后说等一下，不是你太正了。你知道我看到你的眼睛，我真的那一片空白，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对，然后我就突然吓到，我说哇，开
开始暗送，被弟弟直球告白。他说这太真了，对不起，那我真的看到你眼睛，我就不知道我要讲什么。等下你再让我就是那个一下，然后说哇，第一次被直球，就是说他很正啊。对啊，然后我有听出来。对。然后之后我跟他聊天，我们就坐这么近，害我都不敢看他，我就然后呢？因为我怕到时候他又慌了。哦，后来就他后呀。对，那有后续吗？后来下节目之后拍完照，然后他要走了，我以为他要回家了，结果后来他又转过头说：“我可以跟你要那个什么 IG 吗？”我说：“哦，好啊。”然后后来就有联络。很直接。没有，就是有追踪这样。有追踪啊，真的。有一些人认识男女朋友就在 IG 认识的。哦，真的哦。真的。但是我觉得他很聪明。我碰过好几对就是这样子。怎样？是演艺圈的。真的哦。因为他这样子让我印象深刻我就会播他歌。对。就变成口袋名单了，常常播他。结果他每上一个节目，他可能来上我的节目。我也觉得，真的好正面走，好宽哦。好失礼，就把他封杀的。哦，对了，报告，真的好玩。对啊。你当初去考的时候，他是用什么方式？他就也是先拿一个稿给你念，他先听你的声音，对，然后呢，再可能叫你随便抽张专辑，然后你自己介绍。哦，好了，是蒙心怡的朋友，会做消息，心怡的头发每次都甩来甩去的，都有很大的范围。实验文。好来，沙哈的这一位是资深的广播人员了哈。那个其中有欣赏带来后堂的歌曲哦。来，谈完了。阿峰哥跟他好，你好，舅舅你好。国民舅舅呀，绰号国民舅舅，巧唔对，我觉得王心凌的舅舅，对，很喜欢认亲戚，谁来？好了，来继续，是，好。排斥，打到你。开玩笑啦，哈，唔會真當誒，繼續講，按叫冇見面咧，講少，冇講咗冇少咧。對啦。用按記點咧講係用咧，我已經講係用啊。係哦，然後你用啥就講西人咧？你斜到啊？一個節目我有談過咧。係有分講，我接南北安尼行啊。時差時間談。時差時間啊，比如講同歌嘅咧，個新作啊，哈，沒有你。天氣嘅時間，因為真係有陣時佢過一段路都會運動啊，都會轉，這個談到你嘅節目，有談過。因為我嘅節目咧，都係禮拜日，骨頭11點到12點，韓國咧今日當主，12點到1點。哎呦，2個時段啊！
兩家天台啦，兩家天台冇強台啦，冇強台。冇強台，強一隻節目係咁嘛？冇強嘅節目，係節目面冇強咗，冇強，唔係講我係兩個集台，兩個變兩隻天台啊，唔係。梗係早期啦，早期係早期，冇咩麼？其實咧，我係。一開始就做現場嘅，哦，你係 live 嘅，哦，你係做現場嘅，我將前面主持人喺你現場嘅 live 嘅，係，冇咩有人團調鹽做操嘅呀？唔是啊，有導播室，有導播室，就是他應該就是看年紀啦，就年紀比較資深的、比較長的，他就是會派一個人來幫你。啱啱講派要人哦，年紀也睇下半啦，反而唔耐。咩？他太牌啊，比較大牌嘛，前輩係嘛？欣賞主持幾久咧？幾多年？差唔多有20年咧。20年咧，真久咧。個聽說主持嘅時間多到嘛個印象深刻嘅事情。20年咧。我當記得頭，開始主持時候當歡喜。結果呢，嗰陣時我喺度六福村上班。六福村。我公司有門票啦。結果呢，我帶人去上送俾人家聽眾朋友。嗰是現場 live 嘛。暗號嘅獎品。做只交錢啦。結果呢，現場可以。結果你很排泄，很見笑喎。用吧。冇人可以。雙票啊，冇人可以啦。雙票六福村的票係冇人送。因為因為一禮拜做營業現場嘅，嗰所講咧，可能因為聽眾朋友嗬，還冇嘛習慣呀，唔啲啊樣嘢咯。啊，也可能講派泄啦。哦，有可能啊。雙方咁要暗號。係啊，嗰所講嗬，切家弄切家嗬，來簽夾橋。佢就講，各位聽眾朋友呢，可能呢，還唔習慣，冇關係啦，因為派泄咩，嗬，冇關係。等下表過嘅時間嗬，你想 call in 落來，我呢等下弄夾咗，我用送俾你。結果打一下圓場，跟住全部送出去，有送出去，很派泄哦。冇送出去係真實的啦，但係要按總的講出來啊，按講，節目全冇人談啊。因為某一天啊，可能都好某天發後打，咁樣請救以前的嘛，係冇。當叫差唔多20年前嘅嗬。咁故所講呢，就是呢個按真講，新聞感謝家下呢個討論嘅嗬，個上嚟嘅提過，因為佢講嘅派泄冇意思啦，嚇。故所講呢，好冇關係，我先留兩張俾你啦，係啦，即刻本即刻嘅即係下台啊。新聞嘅苗栗嘅羅先生啊。係啊，應該有按準人家嘅音控叫大天翻譯來啊！冇啦，即係 say 好咧，係啊。咁我即家喺你會讓即家簽下台嘅就講，家下你表哥時嗬，喺你要朋友打電話落來啦。咁冇關係。假使講你很上位嘅話咧，我哋很要啦，很要，你等下咧，做個大落嚟，因為你表到我啲天台現場，做自家一兩樣嘢，對，哦，因為你咩不查啊？唔講我知道嗬，香港鄭中皮啊，你們有主持過你廣播 live 嘅節目？哎呦，你也主過 live 的，主過，我有台辦過警察廣播電台嘅新竹分台，好正經哦！錯，嗰時啲係外播路控嘅，錯，因為梗係現場嘅嘛，所以應該對而家題材冇嘛熟，因為梗係咪重組咧是7點到10點嘅節目，所以嗰時準備還有因為初暗部進去凍暗水嘛，因為我準備過來寫啲筆記，嗰啲我是複習一下，係咯現場嘅時啲是凍上水嘛，係咯是啊。嗰時唔記得有乜幕咧，就腦袋一片空白，然後就5秒鐘冇上，放送事故呢，沒有清楚呢，就一個廣播嘅幾個時間做唔到，5秒算很長，清楚呢，沒有錯，所以其實溜貴訓海啦，會出汗呢，這種緊張。儘管嘅喊他及時有天咯，錯，還有用嘅色塊，還有會播路控啊。那後來他們應該就不敢再找你去了。難怪你沒有在，還有呀，真欠人呀，很欠人。所以其實會播路控，還有那個思域講嘅強咯，發拍掉，因為該時之前應該從水幕咧，所以應該播路控是國道1號北上。
127公里，这样不行啊！开这个视察还不衰退了。对，走，但是躺到上水梦啊。对，尽管有时候我们去上的时候，也会叫我们会好好玩哦，今后告呢，基本上你会报一下路况，也蛮好玩的。对啊，是啊。像总有欣赏哈，你做很多节目应该有青岛某腔的风格吧？对啊。有讨论新的谈发新的节目啊，係冇有嘛該？有，從我裏面當中會搶的，從我是美式搶過咧，很多大體的修護師啊上節目啊，大師兄嘅，係，但係吼。節目當中我就是咧吼，當因為批評啊，會講啊，會分享嘛，講來件川燙嘅東西咋蠻難食咯。總之做那個，總點講啊？我所講會提醒同朋友講，嗬，做唔得樣講，會講嗬，哎呀，嗰件川燙嗬，當然意思，但係嗬。我知道摸黑我嘅胃口咧，講得較完整嘅，對，摸黑我嘅胃口咧，我先唔講嗬，從我唔識辣嘅按辣咧，咁我當時就當探病人，我見做到按嘅按鹹按嘅啫，冇食鹹嘅，你係國人嘅胃口問題，係啊，你總之講，哎呦，嗰件川燙東西很難食咯，難食都沒人用，做唔得人用講，好，謝謝你的分享啊，什麼欣賞嘅分享哦，什麼睇住㗎？還沒空阿妹衝啊，哦，對啊，什麼，好，厲害，謝謝老師，謝謝老師，好，來回做福利，好，這個是其中有欣賞那個 DJ 經歷啦，哈，係啊，啊，沙下來入邊呢，沙下來咩台前邊哈，彭一純欣賞帶來後堂嘅歌曲，好嘞。唱一看人拉嚟衝過，拉嚟衝過，要唱唱哦，當叫冇看到你，當叫冇看到安人刀嘅阿哥咧，安刀哈，我看到醬梅，我看到你，我是會想到伊跳歌嘅，噠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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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是就愛 CRT，我覺得要教人，對啦，對這個搞客家話，唱啊，對啊，用英文教客家話。對啊，那你現在英文應該很屌，對不對？好，大家好，我係 Alice 彭。Alice 彭，唔是講英文哦，唔是講英文嗎？要啊，頭先我未嚟講咩？你好，大家好，我係 Alice 彭。Alice 彭是英文啊。哎，你在那邊那麼久，好多年呢。兩個節目哦，已經左右16年了。16年呢？教用就係教客家話嘅，在 CRT 地方。錯，教大家講客家話。那個配合的那個，該係第一屆係 David Wang。哦 ，David Wang，阿伯妹是問 Josephine。哦 ，Joseph， 我是上過幾個節目呢。係啊，真的啊，係。跟住日本下，你都要上到山上去錄嗎？冇啊，今年係新莊。
也伫信众啊，也伫信众，佢伫陽明山辦下來，辦到衝公路甲兩時伫中共咧，食佢哋會衝手嘛，那佢哋後面佢哋有10個辦到信眾去嘅。哦，所以那個很奇特誒。哦，真厲害啊！對啊，就講到個 keyword 對嗎？哦，很矮。Hello everybody 啊！我也去受訪過2次，你神奇啊！對，蠻好玩。他們會跟我們講國語，不會啦，但是就是英文我們就不會，然後就聽到沒有就。錯，嗰是韓劇嘅木星，韓國嘅嘴，韓國現代幾隻單詞，你是聽得到，你還叫我講嘛？會咧，清好歌。哇，那你除了在那邊又還有什麼？還有在哪裡？韓國你哋講無天台節目啊，前樣樣嘅可以錄台菜。哦，係咯，民主節強下做 live 嘅，拜2到拜3。你按到徐娘娘，你叫彭娘娘。我按到彭演出阿春妹。阿春妹係哦，唔係彭娘娘。我人唔敢唱田庸庸嘅舞，佢當日人啊兩日聽。啊2一百。難怪兩啥感情安好咧。講開了啊。認真愛到，阿媽，我兩啥即大追顧安樣感情。你唱阿姐，我唱老妹。對呀，佢較子成嘛。對嘛，哎呀，哎，那你這樣子有碰過什麼這種失控的那種？這種中控，但是也就不用講，當時唐總我因為開放 call in 天發，但係唐總朋友打電話落來不用講，你要送東西啊，啊時候喺佢留下嘛個天發好嘛天，哦佢當熱情哦，佢說啷講，哦我留下天發，順上係出手本意，然後啷講哦，反正打電話佢東西摸出來，時間我啷講，因為就個啷係講，啊照先睇摸出來。按部睇會出來，已經講，給我你說想辦法，把他的家事都講出來。對，錯，你說啦，佢講，啊拍攝吼，我哋後背還有人 call in 落來哦，咁你就個接人會通電話哦，什麼台姐哦，什麼台哥哦，要喊長分享，你就個打電話落來哦，按字寫。你一 live 嘅節目，錯，即係上盤飯，上盤飯落去，要做唔得講，你哋有冇講咧？你係會講到，我當親切講，拍攝哦，因為後背還有人哋點電話哦，啷強按熱線喎，打電話落來，咁你哋下實實來接人通電話。叫我要順晒要上咗啊！我要得打啫。要哦，叫我就講啦，我講啊，挑聲啷講誒，我冇錢。我個拉嘢俾條本嚟。我就話啦，唔怕我哋工作人員話讓你留天吧，留自信。真的哦。哎，主持真的會碰到很多狀況。青島哎，總有情商感有夠。我是督導哈，佢就講咧。同朋友打電話落來 call in，叫請我買東西，請買東西，唔係講冇買東西，做生意上面咯。但係咧，前台要買產品啦，叫請佢買東西，見咧堅持啊幫我做業績。但係咧辦公室一樣佢講，阿中古冇到啲朋友講，哪有可能？我啲人談嚟佢講乜？你講幾麼？梗係用條件表述嘅，唐總朋友談到嘅時間，係啊，唐朋友就咪講你講化了啊，咁咩啊中國很多該會講話，你講佢冇菜，冇聽解咧，記得，買當佢買東西，肯定影響有新，係清定影響嘅啦，對，中式，係啊，時鐘嘅，好像咧本期一樣穿前一下，但是有的觀眾朋友較冇了解，所以因為也係現代科技嘅進步，所以按先做6號到哪一天台播，時間到咧，咱不用出來，除非像你啊彭業成哈，或者像徐媽媽、徐娘娘嘅，佢啊嗰啲 live 嘅現場，這要同我做一啲現場，大天幫一就做在吃家情都主持，對，就做得咁樣。哎呀，厲害哦，很好玩呢，好玩，各式各樣嘅粉絲呢，真的哈。唔過做廣播就會講吼，只要有粉絲反應咩係，還有正經讀到，唐人你節目還是吃到東感通呢，正經呢。自從我做第一張節目三公百人，寶貝我。冇做錄音嘛，還是直接想講做現場，還不是到11點到12點做現場，叫我係動台單，我講我想來可以，可有聽眾朋友最近來聽阿春妹節目麼？結果開放可以，最近是東人打電話落來，也有後生人，也有個阿公阿婆是會鼓勵你講，哎呦，細阿妹你很強哦，他家把阿公都按好，他講你按認認真哦，三公半日還留啲嚟做節目哦，阿公阿婆所以你點還冇衰啊？你衰唔落㗎？多好重嗰一天數
哎呦，这个主持节目不管做什么啦，你都有自己的这一些铁粉丝粉，你就会很开心，就会有动力一直做下去，真的。好，谢谢啦，谢谢阿春记啊，多加你的分享，有限时间这两个节目冲过门那个。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哈，谢谢。哎呀，这太棒了！广播这年轻口告你真的哈，是啊，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要专业啦。就是每一个领域不同，我觉得你们比较厉害，真的。觉得跟迪玛莎糖豆你还节目啊，哇，亲口高，是，就好像有人在看我们的节目，他们也会觉得就是有这个动力继续把这节目做好做下去。同样的，老师们也是一样啊。对不对？也希望把好的音乐、好的这个节目呈现给大家。对哈。那希望这个5位老师的节目能够这个一直延续下去，收听率长红。对呀。谢谢哈。各位先生，那么节目告一段落了哈。好，从各位朋友加来报名啊。加打电话来96667人还有传真天发人117778132等台打电话。好，今天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收看，因为呢，好，还没多谢5位老师，谢谢。是梦女先生，共同赢加油，耶！是梦妹黑共同赢的总思妍先生、小跳老师，还有莫正先生，辛苦嘞！对，还有是梦李天聪的工作人员，辛苦嘞！还有哈利在梦今天啊，今天准时时间呢，农业大比赛，农业空下来，各位拜拜。